大家好，我是嘉泰。今仔日是2023年4月22日，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第84回的论坛。咱今仔日真欢喜会当邀请到廖元富教授陈平仁。陈平仁是伫美国的语音翻译工程师。再来第三位是江友婷，伊是即马伫台湾，伊嘛是语音翻译的工程师。目前嘛是目前伫台咧读电机研究所。咱今仔日的主题是 ChatGPT，这是一个即马足穿的一个软体，真侪人拢咧使用，嘛真侪人咧试看卖讲，伊到底会当做到倒位，有啥物伊袂当做的，大家可能嘛拢会真想要了解讲，即个 ChatGPT 伊敢会晓讲台语，咱有啥物方法会当互即个 ChatGPT 会当去帮助咱大家来学台语，也是讲咱要安怎来家己教台语。我想这咱今仔日拢会当去邀请到咱的三位主讲者来甲咱分享。等下阮昨咧练习咧 rehearsal 时阵，廖教授遐嘛有真厉害的软体，来大家会当试看觅。好，安尼我过来就甲时间交互陈平仁。我想会对平仁这边先开始。好，平仁，我是平林。我对遮开始小单条来分享我的导影片。安尼敢有看到？有。那了我就开始。大家好我会先对我开始分享讲大概小概讲ChatGPT 是啥物是安怎做出来。安尼等者咱若是想要讨论讲那安尼要安怎教ChatGPT 讲台语，那会安怎有可能会使安怎做。好，那安尼我就开始小解。ChatGPT 大家应该拢知影，但是真紧讲者，就是一个会使甲伊开讲的机器人。因为伊看过足侪网络顶外的物件，佮有其他的文字，所以知影足侪代志。会使做足侪无同的代志。若是大家去迄网站顶悬着去使用的时阵，就差不多看起来就安尼。会较有一个所在会使拍文字问伊问题，伊就会甲咱回答安尼。ChatGPT 伊是一个公司叫做 OpenAI 做的。这个公司是2015年成立。其实毋单伊是一个 AI 的公司，毋单是有 ChatGPT 的这个产品。进前伊嘛做足侪足厉害的工课。比如讲，伊嘛有做 ChatGPT 是一个会当甲伊开讲的机器人。但是进前有其他的产品有一个叫做DALL-E，伊是一个对文字到图片的一个服务。像遮手边顶悬即个，若是甲伊讲我想要一张太空人伫个一匹马，伊就会生一张图片互咱看。这个服务可能即马大概应该拢看过较济但是OpenAI 是第一个会甲伊做甲足好的足好的公司。另外伊嘛有对基金嘛有伫咧做基金方面的服务。比如讲有一个产品叫做 Whisper， 伊就会当甲声音转做文字嘛会使做翻译。伊厉害的所在就是伊会使听，毋使会当听人讲话嘛会使听，比如讲唱歌这是较歹做到的代志。今日咱就专门来讲ChatGPT 这个服务。ChatGPT 其实我现在讲伊是安怎训练出来的。伊训练的时阵其实会分做三个步骤。第一个伊就是讲大家可能拢知影，就 ChatGPT 看过足侪文字的所以第一步就是互电脑看
足侪问题，安尼电脑就开始会使知影讲，即个话要安怎讲啊，还是可能的文字会生应该会生做啥物款。但是看过足侪文字，无一定代表讲，伊就要甲人，甲别人讲话。咱嘛会当，比如讲，甲囡仔共款啊，囡仔，读册啊，拢无甲人讲话，囡仔嘛可能毋知影讲啊，应该要安怎甲别人讲话。所以，互电脑看过文字以后，后一步就是，开始互电脑看，应该安尼，回答若是别人问啥物问题，应该安怎回答安尼。第三步就是讲，譬如讲咱，第三步就是讲，电脑开始知影讲安怎回答。但是有足侪问题，电脑是无看过。基本上第三步就是讲，爱甲电脑开始会当回答问题以后，咱爱甲伊教讲，电脑可能有足侪想法，伊会通产生，对讲即个问题有即无共的回答。第三步，爱做的就是讲，对于即款回答的答案内底，倒一个是较好的。咱有会当甲电脑安尼讲，电脑就会当回头去学讲若安尼要去看讲伊无看过的问题，伊有足侪想法的内底，倒一个是较好的回答。即步是最重要的，嘛是 ChatGPT 因有一篇论文介绍讲，即步是安怎做的。所以差不多，经过这三个过程，ChatGPT 就会当开始最好的回答人的问题。我一步一步我搁较介绍讲，搁较侪detail 安尼。第一步是讲，互电脑看足侪文字，即步就是伫个大家可能有听过讲，就是一个训练语言的模型，而且头前有两个字是大型的语言模型。先讲啥物是语言模型，就是伊其实就是讲伊即个电脑的模型伊其实就是伫学一个数学的式子。即个语言模型就是讲要学讲若是咱凊彩写一句话，即句话是正常的话几率是偌济？训练的方式就是讲，互电脑看一段文字的头前，要一直甲伊问讲，后一个字是啥？后一个是啥？透过即个过程，电脑就会当记起来讲，一句正常的话应该生做啥款？比如讲，下骹有一个例，讲若是咱甲伊讲，今仔日天气真，后壁可能有足侪可能的下字，譬如讲真好日头像晴朗还是足恶劣但是无啥可能会只讲欢喜安尼。所以透过这个过程，电脑就知影讲一句话应该安怎讲。拄则讲的迄个是语言模型啥物叫做大？大就是讲，咱是电脑伫咧学这个数学的模型内底，咱有这无共的参数量。若是参数量愈侪，就代表讲伊会当学较复杂的物件。譬如讲下骹有三张图顶管有一个有这一点一点的。若是咱要叫电脑学讲恁敢会当学这一点一点要安怎画？若是单一个参数尔，伊电脑当会当画一条直直的线，所以无可能会当学讲这单清晰的点是生做啥款。若是有两个参数，伊就会当画曲线安尼，伊就会当搁较好诶去学讲生成点是安怎款。若是参数愈侪，伊就会当画搁较复杂诶
图形安尼。所以啊，但是人诶语言其实是足复杂诶物件，啊，内底嘛有足复杂诶观念，所以所以研究者就发现讲，若是训练这电脑诶模型，因为咱有足侪资料，所以爱用足侪参数诶电脑诶模型，安尼才会较好安尼。所以大家就会讲，咱要训练一个大型诶语言模型。是咧，我先甲你停一下，你个耳机敢会特别无伫？因为我这边听的时阵，拢会有一寡嚓嚓叫的声音，毋知是毋是你的？有人讲有可能是耳机特别无电，你敢有方便甲耳机摕落来？等者，安尼敢有听着？有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好，歹势，多谢。好，好，那安尼我搁继续。还是拄则讲有啥物所在听袂清楚诶所在，还是拢会使。无啊，继续讲，若是有啥物无清楚诶所在，咱会当转去讲。对啊，拄则就是讲，模型爱愈大，咱就会当愈复杂诶物件。那呢有偌大咧？啊，其实OpenAI 因其实足侪年前就开始做这语言模型诶研究。因是头一个嘛是，因毋是头一个，但是伊是做上好诶一个，嘛是第一个甲模型做甲足大诶。啊，伊就发现讲甲模型做足大诶时阵，一定要做搁较济诶代志。啊，譬如讲，因头一个模型发表诶模型是伫个2018年开始诶。啊，因诶模型叫做 GPT。语言诶模型叫做 GPT，这就是啥物叫做 ChatGPT。但是 GPT 其实当是因诶语言模型尔。伊2018年诶时阵咧 GPT 诶模型，迄阵诶参数量有1亿个。2019年因有第二代模型出来，因甲模型变做10倍大，有15亿个参数。2020年因第三代出来，因甲参数诶量搁变大100倍，到1750亿个参数。这有偌大咧？若是对人类大脑来看 ，GPT 人类大脑差不多有我毋知要念，但是60 trillion 的参数，差不多是 GPT 3的300倍，所以 GPT 3其实差不多要甲人脑差不多，就差不多300倍尔。但是这毋是一个最精确的比较，因为人脑运作的方式甲电脑 GPT 运作的方式嘛是差足济，但是就摕这数字互大家，摕这数字出来互大家感受一下。所以 GPT 3是一个真大的模型。后壁其实OpenAI 嘛有继续训练3.5代甲第4代的模型，但是后壁因就无公开讲因是安怎训练的这模型有偌大。外口大家看到的数字拢是大家家己摇的，但是其实大家拢毋知影因后壁的模型有大。ChatGPT 就是用这伫 GPT 3.5加 GPT 第4代的语言模型顶悬甲做出来。拄则讲这语言模型需要看足侪资料，但是到底爱需要偌侪资料？第一代 GPT 伊是看伊的训练的资料是看7000本的小说。第二代就是看800万的网站的资料。第三代伊是差不多看过所有的网络顶端的物件，但是因为网络顶端物件有足侪阿萨布的物件，所以因做足侪 filter。最后因有公开讲，因看过的资料量是偌济，这差不多是5000亿个字安尼。
啊，需要看过遮尔侪资料啊，训练遮尔大的参数量啊，训练的时间，训练的，因为伊拢爱用迄 GPU 去做运算啊，所以算起来嘛足贵的。外口有人，因无公开，但是外口有人去估计讲，训练一个 GPT 第三代差不多爱500万的美金安尼，而且这是训练一摆。啊，因这做试验的过程中，一定需要试少一摆，所以讲做这大型的语言模型，其实是足贵的。好啊，拄则是讲语言模型，啊后一步就是讲，互电脑开始看讲要安怎回答问题。啊，这步因就是请人开始去写一块例。比如讲，才有一款例就是讲，咱会当问伊讲，啥物是请因推荐，建议讲，十本的小说，对，科技的小说，人会问这个问题，写一款固定的答案安尼，电脑就会去对下去学。嘛有其他的无共的物件，比如讲，叫伊请伊，比如讲这一个例，请伊写讲，伫 Facebook 顶悬要拍广告的文案，应该先做啥款？经过迄步，电脑就知影讲，要安怎，对伊看过的资料内底回答人的问题。第三步就是讲，要请电脑，电脑可能会使开始，产生一个答案但是这步需要，有人，还是有另外一个 AI 模型，甲伊评分讲，倒一个答案较好。但是一开始嘛是透过人，OpenAI 伊嘛是有请人去标讲，比如讲因问一个讲，要安怎去summarize 一个文章ChatGPT 就会当产生一个答案，人就会当伫 ChatGPT 讲这是1分无好，还是7分就好诶安尼。迄是用分数嘛会当讲产生足侪答案以后去选讲倒一个较好，倒一个较无好，安尼电脑就会使调整。对差不多这就是ChatGPT 训练出来的我差不多就分享到这后壁廖教授遐有一款伊安怎用 ChatGPT 开始甲 ChatGPT 讲代志的题目，会使甲大家互大家看卖，算看卖。时间就到迄廖教授。好，安尼我切过我这边吼。大家介绍一下，廖元富教授是伫个智能系统研究所的教授，即马嘛是咱教育部台语医疗库计划的主持人，又准备真侪 ChatGPT 的物件要来参大家分享。我是大家算看卖来安尼啦吼，所以我先讲一个问题吼，咱拄则迄烹饪已经有讲吼，迄 ChatGPT 差不多是安怎做出来的吼。我这边先搁讲一下吼，讲其实伊看遐字吼，遐资料真侪拢是为网络遐掠落来，差不多有60%吼，完全是为网络面顶掠落来安尼啦吼。所以就为网络掠落来吼，你会使想看卖种吼，用网络的人上侪就是用的都是英文啦，上侪人用的英文，过来就是中文安尼啦吼。所以这训练出来以后吼，咱会使看，再讲华语会使无？看讲台语会使无安尼吼。所以第一个咱先看吼，这是较早的时阵啦。伊拄出来时阵吼，你甲问题吼，伊差不多拢用迄简体中文甲你讲。这就是因为伊掠落来遐资料大部分拢为大陆来的繁体中文的量较少啦是讲这已经
已经到 GPT-4已经是无这个问题啊，无拄开始是安尼啦。你若去问伊台语其实伊也是讲台语伊了捌但是捌无偌济安尼啦。伊讲伊会一寡台语啦，但是无讲真绕安尼啦，所以目前的情形就是变成讲，你用中文甲伊问会使哩，用台语用台文去甲伊问都无啥会通安尼啦，目前的情形是安尼。另外还有一个爱注意这我先讲到尾去讲自然性咱都听讲这个问题安尼就是讲伊的资料大部分拢为大陆抓出来所以其实伊学的遐物件其实都是拢大陆的想法啦，所以可能会有有偏见伊内底安尼啦所以像讲早期你也当问你若讲用简体字来问问讲习近平是毋是独裁伊就讲毋是绝对毋是安尼你若用繁体中文来问伊是毋是独裁，伊会讲是拄开始安尼啦但是你若来讲问你安怎答问伊拢毋承认就对答做安怎答问伊拢讲这伊要保持中立的立场绝对安怎答评论伊拢毋敢讲安尼啦当会变安尼所以咱来看卖目前你若答问伊的回答其实就答人其实真共款已经训练到你安怎答问伊甲你应的拢甲人真共其实写出来字比大部分的学生拢较好啦所以这过来我就放刷我差不多昨日答问的啦你看伊安怎印你就看伊这印到其实你真歹讲无法度分啦，无法度分讲这到底是人还是电脑所以第一个我来问讲你敢会晓台语还是台语文伊会讲伊了知啦了知会使用汉字来印安尼啦但是伊资料无啥够资料无啥够我是问讲伊会晓讲无伊就讲伊无法度用讲的啦所以有法度拍字安尼尔下骹这是我来问讲你到底看有偌济台语的资料啦伊就讲伊的资料大部分为网络面顶抓落来一大堆啦中一定有抓到一撮台语的台语文的资料啦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无讲真济啦上少是无中文较济安尼啦这是我来问问讲咱搭的情形是安尼咱搭的情形就是台语搭用的人愈来愈少嘛所以我来问讲你照伊的想法啦要安怎来附赠迄台语安尼啦这是伊甲我抓出来伊就甲我讲1点、2点、3点、4点、5点这真有逻辑啦伊就讲第一个就是爱教啦第二个就是迄媒体爱推广安尼第三是爱推动文化啦台语文化这就是咱一直讲爱生活化同款嘛过来伊就讲爱发展迄语音的 AI 技术啦第二伊讲爱政策支持政府的政策爱支持啦这就甲我的想法其实都真共安尼啦就算讲我家己来写，我可能就是写安尼尔所以你就使看ChatGPT 大概已经是遮厉害安尼这是我进一步来问啦伊就讲拄则伊遮讲会使做煞语音 AI 的技术我就问讲要安怎做安尼伊才有法度斗相共安尼啦伊就讲会使做遮物件呢伊就讲会使做语音辨认的技术啦会使做翻译的技术伊会使去网络面顶去收遐台语的资料安尼啦另外一个就是伊会使用翻译解说宣传去推广台语文化呢所以
你安尼来问吼，伊即个伊印的吼，甲我想的其实也是差不多。我来写差不多也是安尼尔。所以你就会使看，知影讲伊目前已经会使差不多，差不多会使甲人差不多安尼啦，咱就来，吼，再来，咱就来算看卖啦，算看卖安尼对然我人问讲伊会晓台语无，伊讲伊捌说啦，但是袂晓讲，袂晓听安尼啦，咱若要做台语的那我就想两个方法来做安尼一个方法就是我叫外挂啦，就是弄一个翻译的界面动遐啦，我就是挂一个台语的语音辨认器，啊变成文字以后再送互伊安尼，送的时阵，搁就本来迄个咱讲的台语搁就翻做中文安尼，所以是送中文去互迄 ChatGPT 啦。安尼 ChatGPT 伊看到中文，伊就有法度甲咱回答安尼。当然伊印的就是中文啦，所以我尾仔搁加一个一个语音合成器，迄会使看中文，用台语讲安尼啦，所以安尼就是等于就是做翻译啦，像讲找一个人做口译，在台语翻做中文，才做去问 ChatGPT 安尼，这个咱等者使算看卖，另外一个是爱做电做啦，这就留我算讲，想讲，一个美国人已经真够讲话咱来教伊台语安尼，这就较歹，这就爱较济字啊，这较尾我才讲安尼咱我先弄一个物件大家试看卖安尼啦所以咱就是安尼拄则我人问讲，ChatGPT 伊敢有法度听敢有法度讲，伊讲无法度啦，所以我就想办法甲装一个耳再装一个喙会使听会使讲台语安尼所以我是安尼啦我就讲我甲伊用串接 API 的方式啦甲阮家己做的台语的语音辨认器甲语音合成器甲伊接起来，甲伊接起来安尼啦甲接起来我就讲我搭来接好你搭就有耳就有法度讲话所以就讲咱开始来用台语来问答看卖安尼所以伊安尼看起来真好骗，安尼种伊就互骗过来。所以大家就有趣味会使用这个来算这个用手机也会使，用电脑也会使你就开一个浏览器用这个address 还是用 QR code 扫去甲扫一个安尼你开起来就是像你若用手机就是像正屏这个画面安尼共款这我先讲恁等者有就会使家己拿算看卖安尼啦这用法是安尼啦这个伊会使听华语甲台语啦还是你会甲说切过讲，互伊听华语甲客语这两个拢会使你若要用台语，你就选头前者伊本来就台语啦你若要讲客语才切过另外即边就会使另外一个你会使选，等者伊甲你印的时阵用查甫的声还是用查某的声安尼啦你若无选，伊就是查某陈凤慧老师的声用法是安尼啦用法是录音遮掠字落你就使开始讲你讲了就再加字迄结束伊就会甲你讲你拄若讲啥它变成中文变成中文遮这变成中文了后，伊就送去互 ChatGPT 所以面顶遮就有一个ChatGPT 伊用中文的回应伫遮啦伊印的就会遮呢伊印出来以后，伊就会用台语搁讲一遍安尼所以伊讲了，你就使搁继续算安尼啦但是拄开始算的时阵，你就拄到迄录音爱记咧迄麦克爱开安尼安尼就使所以大家就趣味等者
阮阿讲恁就使若算看觅吼。但是我想讲吼，这阮是拄做出来算尔，所以这毋是上尾仔物件啦，要拄你巧啦，所以逐个算的时阵就有啥物问题有啥把握才能讲一下安尼中间我着想煞叫伊回答用英语回答安尼啦，所以主要是安尼所以有这以后咱就过来，咱就看这个到底是安怎做出来我讲第一个是咱录音伊会做辨认辨认的时阵伊就像安尼啦像讲我当放的是这阿信老师的伊放出来也变安尼等者你会使看阿信老师哪讲下骹才就变哪走2项字出来一项头前这项就是台文的下骹这项就是中文的所以等者就是中文这个送过 ChatGPT 遐通问题安尼啦所以我放一个 demo 互大家看者但是这是较早做的所以这个要留下问题啦台语跳舞，逐工报新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老师，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咱伫册里定会看到各种的动物，总是若是图片以外，要直接看到遐个动物活跳跳伫咱的面头前，要去倒位看咧？对啦，就是去动物园啦。动物园是真侪囡仔上爱去的所在想当初时台北动物园的林旺、寿山动物园的小巴，拢是一地人的基地哦。今仔日，咱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和动物园有相关的代志。伫动物园内面上受欢迎的，就是非洲动物咯。囡仔看到影过敢若伫电脑、手机还是册里才看会到的动物，像讲鼻长长的象啦，规身躯一撮乌一撮白的花雕马啦，颔棍长长、骹嘛长长的麒麟鹿啦，鼻有一支角，脾气真无好的犀牛啦。肥肥、喙大大、下层佮有2起长长的喙齿，规工浸伫水里的河马就是华语讲的河马啦，拢会欢喜甲叽叽叫有一寡外表真古锥，伫电视、电影内面定会出现的动物，定会互动物园特别来宣传，称做动物名册，后人讲是动物明星有时动物园佫会伫网络直播这个动物名册生囝食物件的情形，通引起大众对动物园的兴趣，嘛提醒大家讲有闲的时会来动物园行行看看咧。亲像目沙动物园的鸟形、企鹅、蚵啦。我先放在遮啦差不多安尼啦这就是把台语直接转成中文等者才来这中文送去 ChatGPT 迄边问伊问题安尼啦这是了较早期做所以毋对的所在也较济啦但是拄则迄调转会对送去了 ChatGPT 伊甲有回了过来伊回定是中文阮就用一个合成器甲转成迄台语安尼啦像讲这个合成器，恁若使算看觅你会使为遮拍中文入去也是你若晓拍汉罗台文，你会使为遮拍汉罗台文也是你拍迄台罗片会使合出来就像安尼。今仔日天气真好，咱做伙出去佚佗。这是台语的，这是客语的。说到遐，从校来去红旗好无？中有一个爱读中文翻做台语，还是中文翻做客语这都是有另外一个阮伫做翻译的啦所以这个恁若使去算看觅安尼就是为遮拍你要翻的文本为遮选是要为倒一边翻对倒一边这边送出以后这边就来翻出来安尼所以有这3个就差不多等于就是咱有一个耳仔迄只有一个喙迄只有一个头脑迄只知影要安怎转过来安尼
所以大家倒起来把这几个物件倒起来就会使算这个物件我放这个是我算的情形安尼这大家等者大家会使再来算看卖。你听得懂台语吗？我会当听有一寡台语，不过我的能力有限，我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台湾上悬的山是倒一个？台湾上悬的山为玉山，海拔3952公尺，它位伫南投县甲花莲县的交界处，是台湾的代表性自然景观之一。要安怎去台北？爱前往台北，可选择坐乘公共交通系统如捷运、夜公车、夜驶车，骑机车等自行交通工具。讲一个故事来听看嘛啦咧。小明自细汉就爱偷懒，直到伊大汉了，体验了一摆失败，才意识到偷懒的代价。你敢会晓唱歌？对不住，我是一个语言模型，无声音嘛无具备唱歌的能力。你学袂讲？对不住，我会遵守的行为守则，袂晓乱讲话，也进行用嘛等袂通的行为。做人讲智能，我会一直保持客观、客中、礼貌的态度。差不多是安尼啦这个我是互大家看讲，你会使学白人问啦，问啥拢会使哩伊毋管安怎，一定会甲你应就对啦另外还有一个客语的啦客语的用法是共款啦。我迄阵做这出来，其实是先两家倒出来先算看卖是哪算哪想讲安尼会使创啥啦我就创啥对咱台语有啥物帮助无安尼啦所以这可能就大家算看卖斗想看卖啦安尼目前我是先弄一个讲，敢有法度叫来教咱台语安尼啦所以这是我叫我囡仔来试啦讲叫我囡仔来试，拢问伊一撮台语的问题讲这什么字要安怎念安尼啦我放者互大家看卖。等者，歹势。歹势，这我拄仔袂记你个搞忝。这个用手机啊。你可以教我讲台语吗？当然会当，台语是台湾的方言之一，使用频率非常高。你通开始学习伊的英文、词类甲语法等方面。脚踏车的台语要安怎讲？铁马的台语是脚踏车，伊指的是一种以人力驱动，拥有两个轮仔甲踏板的交通工具。电脑滑鼠的台语要安怎讲？电脑骨齿的台语俗称为齿电脑齿。对啥？感谢你的询问，我是。差不多是安尼啦所以咱就有法度把台语的资料拢进入去内底无一定咱就后摆要学台语就会使用安尼试看卖安尼啦所以我先讲到遮啦大家会使看头前这个歹势用这个 QR code 还是用这个网址大家先算看卖安尼算可能就有煞感觉安尼啦安尼我先讲到遮呢多谢廖教授我嘛甲即个网站甲放伫咱的开讲室内底大家会当去试看卖。
直接甲大家提醒，恁若有啥物问题，拢会当甲麦克拍开，或者是讲你会当甲你诶问题放伫 chat room 内底。拄则有看到有人咧问讲，若用英语甲问是毋是会无共？平人有替大家回答讲，若用英语问时阵会无共。嘛有人讲着讲，若参 ChatGPT 伊咧讲诶时阵，伊回答诶时阵有当时变调会抓袂准。我想这是可能 ChatGPT 也无学会晓变调即个规则，所以这嘛是伊目前诶限制诶所在。好，无迄个毋是 ChatGPT 的问题，迄是阮诶迄个台语合成器的问题啦。因为我资料也无啥够。好，安尼我先甲投影片关起来吼。刷落来咱是过来要分享诶是敢是友婷还是平人？应该是我，友婷。安尼我来分享我诶画面。安尼大家敢看会着？好，安尼我就来分享我诶部分。拄则迄落平人甲廖教授拢分享诚济，就是有关 ChatGPT 伊诶原理啊，还是伫台语诶应用。我来甲大家分享诶部分，可能是小可较轻松诶，就是看伊到底会使做啥物物件安尼。其中拄则迄落评论有讲着讲，咱来训练遮个模型需要三步嘛。头前即步其实是上困难，就是爱是就是头一个阶段是爱用上济资源而且上济时间的，所以其实若是爱训练别个语言咱就会使为后两个阶段来就是替每一个语言来去设计安尼。好，所以伫遮就用来甲大家分享即落安怎教 GPT-4 冰岛语。冰岛语其实是一个嘛是足少人在讲的语言，因规个国家可能才40通万人尔。而且因为即马就是网络遮个物件拢是英语的，所以因其实诚侪人在用遮个网络的物件拢是直接看英语。像 ChatGPT 伊拄开始咧做的时阵，冰岛的即个语言伊嘛是做了诚歹。尾咧，因遐就有人去甲即个 OpenAI 的人合作，因就甲 GPT-4 的冰岛语的能力甲伊训练起来。因安怎来做即个代志咧？因就是有40个志工，因要来帮助即个 GPT-4。因是安怎来做咧？因就是互 GPT-4 一个 prompt 其实就是伫即个语言模型内底一个概念，就是讲。算是就是你输入，你的输入，咱就使甲伊叫做一个 prompt，就是你提示伊爱回答啥物安尼。每一个问题，伊拢会选4个答案。遮个志工因就会为即4个答案内底咧选一个是因人感觉上好的，而且因阁会做一寡修改，去甲即个答案创甲会使讲是甲人回答的差不多。安尼状况，安尼以后咧，因最后出来的即个冰岛语的成果就是诚好。但是因为我看无即个冰岛语所以我是无法度甲大家分享，就是到底是偌好安尼。毋过因就是有迄个，因其实有一个网页在讲即件代志因就有几啊项，就是讲，比如讲英语爱翻译做冰岛语，因就是进前可能。GPT 3.5的时阵，因拢翻唔着。即个新的版本，
因就是会使翻出来。而且因阁有讲到一件代志，即个我拄则讲的即个过程，其实就是算是拄则平均讲的3个阶段内底上尾一个阶段，就是只是伊可能主要用的方式是用人去做评分，就是因先叫 GPT 去产生足侪回答啊，人去做评分讲因爱什么款的答案啊，而且咧，因就讲可能就爱透过即个方式 ，GPT 才有法度甲病毒去讲互好，因为因讲进前因就有对即个 GPT-3 有去做第2阶段的即种叫做 fine tuning， 就是互因看足侪病毒语的资料，而且是有问题、有答案的即种。但是虽然因是有摕差不多30万的病毒语的例，但是即个 GPT-3 要是无啥有法度甲病毒语学起来。啊，一方面当然是因为GPT-4 本身看过的资料嘛是比 GPT-3 较侪，所以伊可能伫拄则讲的第1阶段 retraining 的时阵，因就看过更较侪病毒语的资料，所以因才有即个材料较简单就甲病毒语学起来。好，啊，所以咱即马若是希望讲以后爱教 GPT 台语，会拄着啥物困难咧？其实主要的一个困难就是讲，像GPT 应该是为 ChatGPT 开始，其实因伫讲即个模型的 paper， 就是 OpenAI 即个公司伫讲即个模型的论文内底拢无足详细去说明讲因是安怎做出来，而且因嘛无甲因的模型去甲公开。公开意思是讲，咱就会使甲即个模型甲download落来，啊，家己去做其他的 training 即款的代志。所以咱要安怎来做即种互 GPT-4 会使讲台语，咱就只会当为即个，比如讲 Meta 因有帮助一个模型叫做 Llama， 啊是讲后壁即个 Hugging Face 的 Blue， 即个就是有公开的模型，啊咱就会使为即个模型落去下手啊，去做第2甲第3阶段的训练。因为咱头拄仔讲第1阶段迄个训练可能需要的资料量伤大，所以一般咱是无法度做的。第2个困难就是我拄则嘛有讲，就是因的 paper 内底其实嘛无甲即个因训练的细节讲互清楚，所以一般人咱只会使看伊的反应，伊互咱的一寡回答去推论讲因到底训练的过程是安怎。有时阵咱嘛无法度讲真确定。啊，其实啊，拄则廖教授嘛有讲到，GPT 其实是会晓一点仔台语，但是这个是有版本的差别，就是咱即马一般去甲 ChatGPT 咧开讲的时阵，咱用的版本就是 3.5， 所以若是我就最近就去甲试过，就是你若去问讲，你好，请问你敢会晓讲台语？啊，伊就会回答我讲，你好，我会讲台语，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回答吗？这是 3.5， 但是若是4咧，啊 GPT-4 这个是第4个版本，是安怎？就是要安怎来去用咧？其实就是因有出一个 Plus 的版本，就是你爱纳一寡钱啊，逐个月拢要纳一寡钱，你就会使去用这个版本。但是这个版本的优点就是讲，伊看过资料是较济，所以你甲看，我甲伊问讲，你敢会晓台语？伊就甲我讲你好。啊，当然伊第2句这个其实就是有是点仔毋对，啊，毋过看起来伊至少是知影爱用台语来回答。伊就讲我敢会晓讲台语，啊，佮讲这是闽南语还是台湾话安尼。啊，有啥物问题要讲？对，我会尽量甲你回答安尼。所以我就小可试验一个 GPT-4 伊台语的能力。啊，当然3.5我其实有试过各种方式甲伊引导啊，还是啥，我最后就是发现讲3.5应该是真正无即个讲台语的能力。但是 GPT-4 我都有甲头前即张的导演片是毋是英语的，我就甲问讲，安尼你甲我来翻做台语试看。所以大家就会使看，其实我感觉算是翻了，算袂歹。
虽然咱会使看到一寡物件，就是一寡所在，你可能你甲看台语的，你都毋知影伊伫讲啥。但是你若是去对照伊原本英语的啊，咱就会使甲做一寡简单的修改，伊就会变做是一个就是有顺的一个句言的。所以这是伊即摆的材料。哦啊，而且这个 GPT-4 啊，伊甲就是这个 GPT， 伊其实其中一项足厉害的能力，就是真贤做翻译。啊，伊做翻译，甲咱即摆知影，可能伫 AI 时代以前做翻译上好，可能就是迄个 Google 翻译嘛。所以伊甲迄个有啥物差别咧？就是比如讲遮个啊，即句就是嘛是我头前讲一个啥物物件啊，叫伊甲翻做台语。伊就讲 GPT-4 是一个较先进、较厉害的语言模型。啊，这个可能就是华语啊，就是相较于3.5，伊会使较好来回答各种问题，并提供较多有价值的资讯。我就甲讲，台语无讲较多，以后请讲较济。所以这个模型的优点就是，伊就会甲遮物件拢记起来。所以你看后一抓伊就回答讲，上尾一句伊就讲提供较济有价值的资讯。所以有时阵其实就算是对中文来讲嘛是共款，伊有时阵翻的就会有一寡重大啊，透过这个方式，其实伊就会比迄种 Google 的翻译较好用。啊，讲到这个引导，就会使讲到在语言模型有一个现象叫做 chain of thought， 就是但是这甲台语本身是较无相关，就是有时阵啊，这种语言模型伊咧处理较复杂的问题的时阵，伊就互你一个毋对的答案。比如讲，倒边这个就是通常咱互伊做一寡问题时阵，咱会互伊一个例，比如讲顶悬伊就互伊一个 Q 啊一个 A， 就是问伊一个问题，但是下骹伊搁问一个 Q， 啊 A 就爱，即时阵就爱模型提供咱答案。但是你若是直接安尼甲伊问，伊就会互你毋对的答案。但是正边即个例，伊就是伫示范的即个例内底，伊甲讲你爱安怎做，爱安怎做，啊尾啊才算出12即个答案。若是照即个方式互伊提示，有时阵模型就会有较悬的几率互你正确的答案。所以这就是在大型的语言模型甲一寡咱即摆有的服务较无共的所在，就是无论是面对语言啊，还是像即种数学的物件，你会使互伊一寡提示，互伊一寡引导，伊就会做了变较好。啊，我咧试的时阵，我个无聊，我就想讲去看觅伊的能力到底是到倒，所以我就互伊看一篇台语的文章。这篇文章其实是咱教育部有出一个叫做啥物，反正台语的一寡文章，就是迄落若爱参加考试的一个教材。内底这篇是我会记得是陈宪国老师写的，伊就讲伊是咧讲即个南方炮甲北天顶的北天顶的即个发电安尼。啊，上尾一段伊就讲，啥物别所在若无迄落dam湿的自然环境，千万毋通严加趁风飞，万一大火烧，代志就大条。啊，我最后我就出一个题目，我就互伊做像即种阅读测验，我就问伊讲，啥物叫做严加趁风飞？啊，所以这其实我就是想要看讲伊到底是毋是对台语有了解，因为头前咱甲看，其实有诶例，我感觉伊只是甲华语一寡字做翻译啊，但是大部分诶内容是无变诶。但是即个严加趁风飞，华语就无即个话嘛，所以伊一定是爱对台语本身有了解，才有法度回答。所以这就是伊回答。但是这是这大家会使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伊对华语甲台语的即个精彩有时阵较无遐了解的款，就是我甲伊台语讲的，伊就会讲转来华语安尼。所以恁就会使看到伊其实知影啥物叫做严加趁风飞，因为文章内底较无提示到
即句话是啥物意思，但是伊竟然是知影即句话，所以我感觉 GPT-4 的即个台语的能力其实算是袂歹。好，但是所以拄则互大家看遮济例，就是互大家知影讲，即马你若是有付钱用迄个 GPT-4 的版本，伊其实是会晓一寡台语，但是嘛是有一寡真明显，你可能叫伊讲一两句台语，你就看会出伊有一寡问题。所以咱爱安怎互 GPT-4 会使搁较敖讲台语？遮我就提供几个想法。第一个其实就是去甲伊加讲一寡台语。为虾米咧？因为正平这个也是 GPT-4 的一个算是像服务条款安尼。服务条款安尼，就是大家会使看到第6点，伊讲，恁敢会用我的即对话来甲即个模型做训练咧？伊就讲会，因会摕即个你甲伊讲的话来做训练。所以其实凡说，咱若是去甲伊加讲一寡台语，以后因就用即个资料对伊做训练，伊台语就会愈讲。另外咧，就是因为毕竟因是一间像公司安尼嘛，所以咱真歹去控制讲因爱做啥。那咱家己爱做，咱其实就爱为头拄我讲3个阶段内底后2个阶段来去做加强，就是爱搁较侪资料。这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时嘛伫网络顶还是啥，发表一寡台语的文字，安尼以后若是咱爱做迄种模型的时阵咱用网络顶去爬资料，咱就会迄落模型就会看到搁较侪台语的文字，安尼伊的能力就会愈来愈厉害。过来就是嘛有可能咱就需要像迄个冰岛语安尼，需要一寡技工去甲伊做一个评分，尾模型就愈来愈知影，就会愈来愈知影讲安怎是好。好，我今仔日分享的就到遮，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安尼我留都接落一个啦吼。那我先。安尼我后壁都留接落一个吼。我放我头仔片听一个吼。就说对着大家看吼，ChatGPT 伊已经会使做真侪代志啦吼。但是像目前安尼吼，还是讲像我拄仔用硬搭倒贴安尼吼，安尼会使较侪迄个可能就到目前安尼尔啦吼。所以过来其实是爱看讲咱有法度家己去训练无安尼啦吼。就尽量甲家己的知识啦吼，拢甲想办法，拢甲囥入去内底安尼吼，互伊知影多侪台语的代志安尼啦吼。所以第二个方法就是爱用迄训练的方式吼，去甲迄个大语言模型做电做还是电调做调对安尼啦吼。但是拄仔有成讲的吼，就是讲因为迄训练爱需要的GPU 伤济啦吼，所以为头开始无可能啦，所以应该是拢先摕别人已经弄好的吼，都继续调落安尼啦吼，所以用迄 fine tune 的部分来做，进行来做安尼啦吼。这阮搭是有伫试啦，有伫试讲有法度安尼做无安尼啦吼。所以阮目前是会用一款叫 update 的方式来做吼，这就是本来的模型的，莫来叮当吼，我边仔都接刷
做调试的做adaptation 的模组同遮当训练这个部分安尼啦，但是安尼试会使安尼做是会使但是到尾仔是拄着迄资料问题啦就像讲阮搭有诶资料差不多是上济是差不多我手头遮有诶啦差不多400万字尔大部分资料是为有一个叫白话字文献馆内底摕出来再有一个是为迄杨云老师伊诶网站这边抓出来。上济是遮为遮安尼啦所以咱台语拄着问题要是用诶人伤少啦台语用诶人伤少所以逐真诶要做较好，可能都爱像冰岛遐人安尼逐个较拍拼来去加写加讲安尼啦，可能就是安尼另外上尾一个就是讲，阮当时会来去做这个物件啦但是哪做阮若是要哪看讲电脑有法度做什么串所以可能爱哪做哪来考所以阮可能要假是爱做一个叫一个评估的平台就是做煞考试啦、考串嘛安尼啦目前阮有法度想到的考的方式一个是讲为咱已经手头遮有的资料去做啦像做填空是做翻译去看伊我度去做填空还是翻译无还是讲去教育部迄边摕伊的迄台语能力认证的题库来做模拟考还是摕成大台语能力认证的题库来做模拟考安尼啦这目前我去看教育部这边的题库摕来直接会使用的，可能是阅读测验这边啦阅读测验这边还是伊克漏字这边安尼啦别的伊有诶是听力的有诶是叫你用讲的这可能就较无法度直接摕来考电脑安尼所以教育部这边看起来是阅读测验这边诶题目摕来会使用安尼啦另外成大这边伊是分3款啦一个就是共款考你的听力啦一个听写其实就是考听力啦所以伊内底会使直接摕来用的就是阅读测验啦、阅读理解啦还是有煞是迄词汇甲语法选择这边因为这是选择题啦这有答案会使直接摕来用安尼所以阮可能就会用讲为这两个网站的资料摕来用摕来做做接龙、做填空还是做翻译还是甲教育部这个阅读测验摕来用还是甲成大这阅读理解这题目摕来用安尼但是因为我对台语较无了解啦所以可能爱问大家看卖看安尼有够无真诶要考电脑伊到底偌强台语到底偌强是毋是爱做考什么物件安尼所以主要是主要是有这个问题想要大家请教看卖安尼我就先讲到遮呢安尼可能就看大家有啥问题要讨论无多谢咱今日3位主讲者，咱是毋是即摆会当进行咱问问题的时间，还是恁感觉阁有其他要阁分享的？我这边则无好，安尼我看到有举手的人咱先对迄个拄则看到蔡安丽，敢毋当请你甲麦克拍开当咱即摆就会当进行问问题我会阁看其他问问题的人。好，安尼请讲。我要问的那个迄个廖教授就是因为你拄则讲你咧做的即个
台语语音学生即个网站吼，啊，你面顶就是讲，我若是拍即个中文的文句，啊，下面都有即个汉语，也是讲台语拼音会走出来嘛吼。啊，因对，为本来我无咧要问即个问题，毋过你拄则因为你有讲，你有摕迄个白话字的内容来做你的资料库，所以我咧想讲，毋知你即个输出的部分敢会搁增加即个白话字的版本，因为拄则嘛有讲着，就是迄个考试的部分嘛，因为迄个新台迄边的考试，伊是有2个版本嘛，就是伊会使经讲教育部的拼音嘛，是讲你要经即个白话字，所以我毋知影讲即个部分敢会搁增加啦，嘿。这老师啊，我搁来增加啦吼，因为迄台语甲白话字吼，会使直接转过啦，所以迄是无问题，电脑转就使了。好，感谢。来，阮看到迄咱陈瑞生嘛有举手。我要请教廖教授一个问题吼。是，即个你拄则有讲即个台语合成语音合成器吼，倒迄个落去吼。照我理解就是讲用安尼方法，原来袂当训练即个 ChatGPT 安尼敢对？台语能力。这甲迄无啥关系啦。甲训练迄无关系，但是阮伫训练迄个合成器迄个资料，就是像翻译迄个部分的资料，其实就是为样元老师迄个网站甲师大迄个白话字文献馆迄个资料去学过来的。所以你即个听书中间，你会当训练你家己的合成器，安尼对毋对？对啦，多谢。阮大头摕这主要想要去训练台语的 ChatGPT， 毋是 ChatGPT 啦，要去训练迄台语的，我们叫 Large Language Model 啦，但是资料无啥够啦，刷下来是毋是李姓李的一个先生？我是李清芳要请教这个廖教授，你头拄仔讲，训练台语的一个困难之一是这个台语的变调。关于台语的变调吼，我有请教过梁光兄甲陈瑞医师吼。我发现讲咱台语呢是3调尔，3变调。这个台语的变调是循环变调，足简单，每一条拢变去隔壁调尔。这点敢会当参你分享，我会当寄我的资料互你看。好，多谢。其实我顶过有听你讲过啦。但是阮答问题是阮答迄资料伊迄写落来遐，伊是写本调，伊迄写本调，所以迄就爱看念的人安怎念，才知影安怎变安尼啦。所以阮是有试讲用电脑去改但是改起来差不多，目前改起来差不多到8成对尔，要20成，爱靠别的方法来继续弄安尼啦。所以迄阮了伫弄，但是目前还无弄到，无讲介好啦。这个8调吼，若莫甲讲是1、2、3是外人7、8，这8调若甲改做讲是3变3切吼，安尼会加较逻辑啦。对啦，阮搭就是讲，因为资料面顶伊有写本调写本调阮都毋知要安怎改过来才会对安尼。因为伊甲念的时人安怎念，就是有关系安尼。伊迄对本调的字法，甲改做哆来咪，安尼敢会是一个 pattern 甲改过就会使，足麻烦吼。就是讲，阮搭改有试改啦但是才会使调8成尔。要20成，要2成要无啥调安尼。爱做继续做。我敢会使寄
我迄本册，我互你看。好，多谢。谢谢。啊，咱经过亮光遐来联络。好，谢谢。佫有一个人，我真实的我毋知影即个名念KOK 一个，你请讲。你可能即摆麦克还袂开过，所以阮无听着，还袂听着你的声。好，我帮你甲麦克开开。麦克爱开者。我即摆还袂听着你的声音。我无开，即个题目吼，是毋是会当寄 link 互大家参考？成大甲台大鉴定科技迄个拄啊迄个 website。迄阮拄要来摕尔啦，阮来收起来，阮会放伫网上面顶互大家看呢。OK， 好。第二问题，敢有计划要用 Google 的 Bard 甲 ChatGPT 比较？这还未呢，这目前还未讲要安尼做，OK， 第三拄仔有讲着转调吼，我有寄一个转调，阮伫台语学校整理出来，当然小可无共吼，阮用现代文，所以较简单来处理即个转调问题。这方面我知影平林吼，因转调算做袂歹吼，无用即个路吼的原则咧处理，毋知平林会使 comment。最近情形安怎要计划做啥？会使讲。无这是部分就是歹势吼，因阮当拄咧做迄个台语的 parser 啦，讲正叫你做一半停起来吼，因为倒来都爱有 parser 才有法度做安尼啦，所以阮当目前伫做 parser。所以可能等迄台语的 parser 若做好了，可能就会使搁甲迄改了做好是安尼。文翰要得咧啦，到时要写就文翰继续做弄安尼。对啊，个人有讲，咱遮真正有做嘛是伫咧看迄变调的问题。咱遮是即马无伫咧继续做，但是有一个想法是讲，敢会当用，莫用如果被摄上，就用足侪资料互电脑看，看伊敢会讲较好。但是咱遮的阮遮的问题是伫学生的时阵，即马咱的技术迄调会拢会歹去，因为因为中间有一部迄咱无甲迄调的资讯留落来，所以即马拢卡在那边。但是咱即马阮即马伫做其他的部分是讲互基金的反映出来的物件较顺，较调拢留落来。若是有成功，咱会当后一步就当搁继续去看讲那呢台语的学生敢会做较好。歹势，安尼声就怪，我听无讲真清楚安尼。敢有继续咧处理即个 emotional 的即个台语的翻译？有啦，是我这边问题吼。平林，歹势，敢有继续即个 emotion 就台语 emotional 还未开始做，因为迄伤困难。但是即马伫做较简单的物件。了解，多谢。我敢会使请教？是。你等头拄仔看到迄个 Bronchi BRONCI，迄是啥物
我毋捌听过，拜托解说一下。啊，佮另外就是讲，咱人的大脑敢毋是讲有100 billion neurons？啊，比起来，恁的电脑是偌敖吼？讲来分听一下，真 amazing。彭总，你平常要讲啥嘛？好，拄则有一张我看个问出来，修图去比讲 ChatGPT 甲迄恁的大脑的迄参数的量的比较，啊，即马应该是无法度直接安尼比迄数量安尼直接比较，因为人的neuron可能会做的物件，运作的方式甲电脑无同，啊，但是当迄用数量电源做比较，即马 ChatGPT 是差不多比人的大脑搁较细300倍。啊，但是因为人的大脑会当做足侪代志，啊 ，ChatGPT 会当做基建的部分。啊，有人就讲，人的大脑差不多有10%，我无记诶，差不多10%是伫处理基建的部分。所以 ChatGPT 其实甲人的大脑对这参数量来讲，应该就差30倍尔，可能就差不多安尼。即个我先甲你来边听无啥有。好，安尼敢有听有，还是无法度。声音变甲即个敢若像个哦，无安尼我搁重开我会使补充一个，即个人的大脑 neuron 吼，即个脑神经细胞吼，伫思考的即个脑神100 billion 无毋对，但是吼，伊每一个脑细胞跟脑细胞中间迄个 connection 吼，叫做 synapses 吼，拢有几若百个至几若千个啦，所以你若用安尼算落伊的参数吼，咱电脑顶悬的迄个参数概念吼，就不止100 billion 啦，60 trillion， 不得了。啊，这个电脑是偌紧的电脑。伊搭这拢用 GPU 去做了，拢用 GPU 去弄安尼啦，所以GPU 算起来是真紧啦。但是当然要是无人无人要无到人的能力啦，主持人，即摆任务顶悬有5、6个人伫要发问吼。我拄则有看到，梁光兄嘛有举手，啊，梁光兄你请问问题？我问一个较迄个简单的问题啦，吼，我是真爱知影讲，到底即个 GPT 吼，因个资料的来源是啥物款？因若讲伫 Internet 吼，啊，若伫 social media， 譬如讲伫 Facebook 吼，我写白话字是啥物款吼？啊，伊迄敢袂自动收起？我是捌听人讲吼，讲即个 Facebook 咧的资料吼，有时啊变做讲，若当 Facebook 写起个资料，伊去互人收入去的机会吼，会比当 Google 会较少啦吼，还是讲比 Twitter 会较少？即点敢有影？这可能要彭人来回答叫他知安尼。我家己知影是有可能啦，因为Facebook 伊袂甲伊的资料放互别人去用安尼啦。因为我2当前吼，伫遮个 radio 还是电视听到，就是讲伊毋知咧定一个啥物法律吼，伊会当讲互遮会当去甲迄个 social media 买资料啦，所以我想这是可能会牵涉到因变做讲一寡迄个
生理的模式啦。啊，毋过我最近我佮家己补充者，我是讲，拄则有人讲迄个翻译吼，真好用吼。啊，事实是有影，我即摆甲写讲上简单的吼，我个试讲哦，迄个我是我会讲个 translate 吼，我是台湾人，我用白话字来写吼，啊，伊出来就是会变做讲吼，I'm a Taiwanese person 啦吼，啊，听起来总是怪怪，但是总是咱会知影讲伊白话字，伊确实是读有啦吼。啊了，我佮伊试讲吼，我用英语去甲伊试讲吼 ，translate 迄个I'm a Taiwanese person 读白话字吼，啊，伊就照写出来吼，伊就写甲足好势。啊，我咧做诶时，我拢会加一个迄个 POG 啊 ，POG 的自动伊会个白话字就当造出来。所以你若有甲伊讲哦，讲要甲训练诶时，你爱甲伊讲哦，伊是白话字啦。啊，我一个疑问啦吼，我一个疑问就是讲，假使咱若是用白话字去训练，啊，用台语去汉字去训练吼，安尼出来诶，敢会有啥物款迄个产生啥物款无共款诶效果吼？啊，我是一个问题，就是讲，即摆咱用即个国语含台语，还讲中文含台文做咧训练诶时阵吼，啊，若搁咧用汉字诶时阵，迄个敢会火去？变做讲咱迄个即个电脑，即个 AI 敢有遮尔巧，讲去，因为咱足侪汉字，中文的汉字含台语汉字是相像的，啊，所以敢有法度人较尔巧，敢会讲会去互伊会当自动去，若用汉字去写的时阵，伊会当自动去来分别，这是中文，这是台文安尼嘿。彭仔，你敢要回答看卖？好，安尼大家敢有听得清楚，还是搁有问题？我答正常啊。安尼正常。咱甲白板开啊，是毋是要用啊？是？你甲关起来。OK。好啊，拄则是问题，应该我听到是讲，若是用台文去写，甲伊训练啊，台文甲华文做伙训练啊，电脑讲会有法度分辨即两个文字。嘿，啊，主要是佢用白话字吼，用罗马字去训练，含用汉字去训练吼，了出来迄个效果敢会结果敢会共款安尼嘿。哦，拢毋知影爱试，才有法度用汉第一个是电脑敢会当分辨比如讲台文汉字甲华文的汉字，这我爱看讲即两个写起来有偌无共，我感觉应该是无共到，虽然你咧有淡薄仔字是共款，但是我感觉规句应该是有无共到。电脑有法度分辨，若是有看过足侪物件，但是这爱做试验才有法度知影。啊，但是白话字用白话字，还是用台文的汉字去训练，这我就毋知影。我的感觉一切拢爱做试验才知影，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台文汉字可能较简单，因为伊的因为一块词可能甲汉字有共款，所以伊会当，譬如讲即马这 language model 因拢有这 transfer learning， 啊，就是讲伊伫个一个语言看过足侪物件，啊会当transfer 到其他语言，啊，进前伫做文字翻译的时阵，有发现讲啊，若是两个语言因有一块词写起来是共款的。啊，这 transfer learning 的效果会更较好。比如讲，阮之前有做印度文加 Hindi 加Nepali 啊，即个是无共的语言，但是因有足侪是相共。啊，两样做训练的时阵 ，Nepali 是资料较少的语言，啊Hindi 是资料较侪语言。啊，两个做训练的时阵，Nepali 的翻译能力就会增强变强讲较济，所以根据即点，我是想讲，台语的汉文加华语的汉文做训练，对
对台语啊汉文的效果应该有较好会加强的作用，安尼。多谢。伊南的伊可能有法度分啦，因为伊毋是一个字一个字看安尼吼，伊是一句一句还是一堆一堆安尼看啦，吼，所以伊甲台语的汉字甲中文吼连做伙，伊可能也是安尼安尼可能也是有法度分开安尼啦，因为伊看上下文啦，毋是讲一个字一个字安尼看呢，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我感觉，就算你用汉字写，真侪字看起来是共款的，但是应该你只要会一句话，应该是分得出来。因为像西方的语言，足侪嘛有即个问题嘛，因为因拢是用拉丁字母，所以比如讲你一句话可能，若是看，你若干那看一个字，有可能英语甲法语写起来拼法都差不多，但是你只要一句话是有够长。拢无共款，伊可能就分得出来。另外，我感觉甲模型安怎设计可能嘛有关系，就是拄则迄落，应该是平林有讲到 OpenAI 有一个模型叫做 Whisper， 就是因每一届，因迄个其实是听语音伊会输出文字，但是伊每一届去听迄个语言的时阵，伊模型拢爱去知影就是去训练讲伊讲的是啥物语言，伊若是伫训练的时阵有去加即个代志，伊可能就会做了较好。这是我的想法，这嘛是爱实验才知。我拄则阁有看到一个伫迄落开讲式的问题是讲，即个 ChatGPT 的即种模型需要大量的文字去饲互伊，所以讲若是咱爱甲台语的模型的能力做甲英语的变好，是毋是就一定爱就是一定爱有共款的即个量的资料去甲饲，伊才有法度。其实即个伊阁有写着也是透过翻译的方式。即个我感觉有几个点会使分享。第一个就是像拄则平均有讲，机器有 transfer 的能力，这是啥物意思？就是若用华语来讲，就是举一反三啦。都是因为像人类所有的语言，其实拢有一寡可能模式是有淡薄仔相共安尼，所以机器毋是讲你会晓即个语言，以后去学另外一个语言是为零开始，伊可能就是因为伊会使较会当掠着一寡规则，所以你若一个语言伊学了诚好以后，另外一个语言伊的资料量可能都无需要遮尔济，伊嘛是会使学甲袂歹。毋过，若是资料量有差，可能也是无法度训练到变好。另外一个是透过翻译的方式，我感觉是可能有若是讲台语的资料上少的时阵是有帮助，但是其实阮伫训练模型的时阵，拢会想要去删即种机器产生的资料，因为即种机器产生的资料，就是咱一定训练的时阵拢安怎讲？就是即种机器产生的资料，一定品质是无人去创会遐好，所以若是真正资料量伤少的时阵，咱就会使用即种资料来辅助。但是若是咱会使透过人工来产生到一定的量，咱就无想要用即种机器去产生的资料，安尼。好，我就补充到遮。拄则看咱有蔡博士甲迄个另外一个先生，恁拄则问过问题手还袂囥来，敢是还佫有要问，还是讲还袂记你甲迄个电子举手囥落？我有阁有问题要问，你请讲。就是拄则讲的迄个便条问题吼，因为我拄则试迄个台语语音学城迄个网站吼，我若甲拍讲我们出去玩，一般咱若是咧讲台语的人，应该拢是讲咱出去佚佗嘛，对无？毋过伊回答互我是讲咱出去佚佗，
所以我讲的变调问题是伫遮，就讲伊可能一个词的变调可能是正确，啊，毋过咱咧讲即句话的时阵，就是有当时啊，咱会连起来讲嘛吼，所以即时阵咱讲出去佚佗的即个去嘛是会变调，啊，毋过伊咧读的时阵，讲咱出去，伊就转去啊，啊佚佗伊就变做是安尼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变调可能毋是敢若讲一个词的问题，是这一句话内底伊安那变调，这个我毋知影讲，就是这可能是毋是搁另外一个问题啦吼。啊，过来就是即个台客 Chat GPT 内底，我拄则有试讲，我用英语甲问，吼，啊，伊回答我的时阵，伊就是伊转来即个文字的部分，伊会有当时啊会出现即个简体中文，所以我毋知影即个资料库伊是安怎掠的啦吼。有当时啊伊会大部分可能看到拢是就是咱台湾一般咧使用即款繁体，啊，毋过有当时会出现就是简体安尼。嘿，所以这是这两个问题，我拄则试的结果，若是讲看是毋是以后要安怎改善安尼，嘿，好，感谢。好，多谢，这阮遮都改啦，吼，第一个问题，迄是训练资料要无讲介济啦，吼，所以有当时啊，伊的判断也是毋对啦，啊，第二个迄个阮搭是无用英文去问过，所以这阮也无试过，等者我再试看卖。我伫个开讲间，佫有一个人 Alan 有问着讲，即个台语的诗甲词，敢会当佫做歌曲的可能性，敢会当请你解说一下你的问题 ，Alan。Alan 敢有方便讲话？若无袂要紧，咱较电啊，再因若有方便，再个来甲大家讲。我看到迄落那你先是嘛有举手要问问题？我是要请教吼，即个出去佚佗甲出去佚佗，这敢会使用迄个字甲字中间的时间性来决定？因为吼，咱咧讲台语，咱若有小可停一下，就较用原调；啊，若继续落，就较会变调。所以用即个时间两字中的时间来甲调节一下，敢有法度？对啦，本来是要做这个，本来要做这个代志啦，但是阮还无法度做，还未做安尼啦。因为资料还无够，啊，当资料够，阮就会去做这个部分安尼。看到林嘉怡老师嘛有举手要问问题。大家好，我是咧问题是要请教吼，因为我感觉咱台湾人对新科技吼是真正足爱，所以进前即个 Meta 翻译即个专案，我感觉伊互台语伫咧台湾吼有即个地位提升的效果。啊，当然翻译嘛，台语的训练吼也是真重要，就是翻译爱训练，毋过台语本身的训练吼，我感觉即个代志原来是真重要。若阵 ChatGPT 会晓讲台语吼，会晓写台语，我想为对台语的推测是真有帮助。拄则听即个友婷的分享，就是讲教伊讲冰岛语的即个经验，看起来咱即马都是欠文本嘛，搁有就是欠即个家己训练的即个技工。文本当然咱一定会当继续累积，尤其即马累积的速度嘛，比英国吼加诚紧。啊，若是要讲台语的技工吼。这搁较是无问题，因为台语的职工实在是真侪，所以我想要问讲，即马敢有啥物单位吼，还是讲学术单位也好，还是讲啥物倒一位教授有咧想要就是讲来做即件代志吼，还是讲有拍算要做有即个专栏，想要来甲遮有兴趣，还是讲有资源的人吼，来算是讲找来咱大家同齐来做，敢已经有啥物人，还是啥物单位有咧做即件代志啊？嘿，多谢。有啦，这其实政府迄边有想要做啦，但是应该是定讲，应该安尼讲啦，吼，讲这样代志政府这边有想要做啦，但是较惊人讲煞有诶无诶吼，所以
细节吼，大家可能要无度大家讲安尼啦，吼。但是我家己这边我家己是会做啦，所以我会去收这资料啦。我倒有开始去试看卖，但是主要问题就是资料还无啥够这个问题啦，嘿。就讲这个，做诶，要做这个物件吼，差不多两个问题吼，歹势，我应该安尼讲啦吼，要做这个物件，讲到底就是资源的问题啦。一款资源是电脑资源，一款搁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资料问题啦。因为资源你有经费你有钱有法度解决，但是资料迄度成歹解决安尼啦。所以这可能就是要大家斗相共到这可能就要大家斗相共啦尽量把迄资料做出来才有法度做得好安尼啦。因为廖教授讲需要大家斗相共，我相信这就是一个真重要。我想要提出这个问题，一个真重要的点吼，就是讲，因为就我知影，就是有几来个无共位的人有可能咧做差不多共款的代志。因为当然，恁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专长，甲无共款的资源，但是真侪人有可能会当斗相共做无共款的代志，就是。咱敢会当知影讲，比如讲民间啥物款的团体，还是讲啥物款的人，咱会当斗做啥？政府会当做啥？还是讲学术单位会当做啥？敢大家会当有这个机会，会当了解讲，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会当替这件代志做啥物工课？以上。这我就无度替大家讲啦我只会使讲我家己这边啦讲我在这边，阮已经是开始咧试啊所以阮会去试看卖用目前阮手头有诶资料会使做到啥程度啦另外一个阮会去收台语能力测试诶模拟考题啦来互大家来互大家用看卖应该是有真侪人会想要试啦所以阮当伫想诶第一个代志就是先甲模拟考台语能力认证的模拟考题目先准备好大家会使比较安尼啦大家做会使用比看卖讲你即个安尼弄了有较好无若真弄到较有把握无一定就真诶就去考成大还是教部迄个考试正式考看卖看会过无安尼啦所以阮当时准备诶是即个部分啦资料迄个部分，迄可能问题就较大这可能就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有法度这可能爱做大家做参详看卖安尼啦。我是讲，我这边会想要做，会想要收这资料是有刷资源通用但是要安怎把这人全部来招来可能爱做讨论看卖安尼。歹势，我会使继续问无？既然廖教授你即摆有讲到这因为我拄则有讲翻译嘛，即个台语训练台语训练，伫咧翻译即部分即摆问的是翻译即部分。若准讲咱有搁较济，还是讲搁较完整的即个台语甲华语的对照比如讲词表、词类的对照，这对咱的翻译的帮助敢有效果？有啦，这有效果啦。像阮兜用的，就是用迄两个网站，差不多400万字的迄个白话字甲汉罗台文去对照啦用迄去做出来。我是讲华语甲台语的对照，就是讲啥物华语词对啥物台语词，即款对照。这敢有帮助？词有帮助啦但是词无够啦你要爱到句子对句子啦还是到文章对文章安尼才好搞。好，了解，多谢。因为词阮有词这其实阮家己都有阮差不多有10万有一个中台对应的平行语料的词典差不多有10万词啦但是你爱做上下文才有法度啦所以上好是句子还是段落还是整篇文章中文台文拢有安尼来对安尼较好安尼啦。
所以这其实就是我拄仔放迄阿信老师迄个吼，阮当时想的就是想要为公视台语台的节目吼，伊讲台语嘛吼，我就两个拢翻出来，翻台语都翻中文，落尾才都找人来做校正，就安尼，我就做较济出来，咱就有较济迄中台对照的句子他用安尼啦。但是这个代志它拄开始计划是4年啦，看4年了，咱有法度做偌册出来呢。姚教授，若是我这边会使斗相共的所在，则麻烦咱互相联络一下，好，多谢。阮大力准备啦，因为做公视台迄个语料库迄就爱人真侪人来做校正啦，所以阮大力准备迄校正的 SOP 阮大准备了，准备好拢会使阮就开始招人入来，阮就有迄这边有经费啦，所以这边阮是到时阵有迄真人启事，阮会真人尽量招逐个来做安尼这会有薪水就对啦，过来个后一个有野手的人，伊的名是 TSBG， 你即摆敢方便讲话？请问。好，大家好，就是我拄仔嘛有拍伫迄个开讲室，就是咧，想要问，就是讲，咱知影讲咱 ChatGPT 需要真侪的文字嘛，就是讲，毋过台语的即个文字的数量其实无够侪，文本的数量无侪，就是讲，咱一定爱有讲甲台语甲英语共款的即个语料量，才会当甲甲英语共款够，还是讲其实会当用即个语言模组，透过伊家己即个翻译的方式来做即个自我的学习啦。拄仔迄个应该是有简单讲一下。另外，我嘛想要听其他的即个讲者嘛来讲即个问题。另外就是讲。即马咧训练即个台语模型的即个重要性到底有偌悬？因为讲，拄仔讲咧训练 ChatGPT 开500万的美金，安尼的钱摕来做其他的代志，是毋是搁较有即个成果？或者是讲，咱敢一定爱做遮个代志？另外就是讲，咱伫咧就是咱即马。嘛，看到讲会当伫中用即个用翻译的即个功能来做一个，算是一个要安怎讲，就是一个方式来，互伊会当，嘛是会当，咱嘛会当用ChatGPT，毋过咱中就是透过另外一个语言来做即项代志。这其实安尼做，毋就是会当来用是安怎咱？爱训练家己的台语的即个语言模型的即个重要性到底伫倒位？我要问的是这。好，多谢。这我先讲者第一个无遐济钱啦，咱无遐济经费他用啦，所以无可能做这个代志。这我先讲就算政府迄边也听无遮济经费出来用啦。所以咱打讲训练毋是为头开始训练啦。咱是讲别人已经有做一个会使用的咱去教伊台语安尼啦，是安尼尔啦，所以这是袂开遐济钱啦，其实阮伫想的其实是想讲，看有法度吧，因为像人人伫学台语无需要遐济资料啦，打电脑是用。其实是一直学生讲当打电脑这款做法是我们叫暴力法因为伊就用用暴力的方式用真侪电脑真侪资料让它导出来安尼啦但是人伫学毋是安尼啦所以中可能要有真侪会使研究看卖看讲有法度用卖用遐济资料，就有法度做一个可能较差不多安尼差不多就使用安尼啦
所以就是其实阮无遐侪经费通用啦，我搭的经费主要就是要收语料的尔，收台语的语料的经费安尼尔啦。阮伫饲的就是用另外的资源有法度停出来去试看卖试看讲用手头资料去饲，安尼有法度做到什么程度安尼啦另外一个上尾一个阮搭目前饲的结构是安尼啦阮是有法度到像讲迄 Facebook 的迄栏嘛去有法度接受迄台湾的汉字啦伊有法度接受啦但是伊会甲你黑白讲啦你问伊问题，伊都毋捌看过伊当然就甲你黑白讲所以你到时爱做也是爱有一个家己家己的模型才有法度用啦像讲头前迄个什么暗地碳防肥迄个迄个你若无落大队，伊哪有可能会知伊无可能为国语迄边弄过来无可能为中文迄边为英文迄边弄过来，迄无可能伊上济是讲一个了仔合工的尔因为即款代志甲文化有关系你若毋是台湾的迄个社会内底无人会安尼讲所以你若无用无家己一个模型出来你迄款文化代志物件绝对无内底啦所以也是家己爱做啦。我有看到信涵老师有举手信涵老师。是，我因为讲到即个资料量啦，我会当想到两个会当是真紧的是所在，就是真紧的得到资料。毋过这有一寡问题，就是讲一个是学校内底啦，校园内底。那准讲咱会当甲校园做连结，你看就是用一寡软体互老师来当来互学生练习。即个资料量你看全国有偌济学生，逐礼拜拢咧上课，所以迄个转来资料量就会介大安尼，这是一个。毋过这就是讲这是一个想法尔啦。另外一个就是认证考试其实逐年拢有考足济摆嘛，不管是成大还是教育部拢考足济届。足济届，逐届拢有足济人来去考。咧考的内底其实嘛有台语听落足好诶，因为有人考 C2 专业级有人 C1，有人 V。所以咱我是毋知影讲咱的资料摕来以后会安怎用。若无各自的问题是毋是会当甲认证考试即两个单位合作，请因甲考生的一寡资料放互咱，因为咱显示咱用以后呈现出来完全袂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嘛就是袂显示个身份，所以若安尼是毋是会当直接就摕到一年就会当摕到几若万的考生的迄个语料安尼是毋是会当较紧安尼？这是我的想法啦毋知影可行性安怎？感谢。所以教育部迄边我去问看卖成大迄边可能爱看有人合适无去甲阮牵一个线起来，我才来问看卖安尼。先带就是找蒋伟文教授啦，我会后甲你联络，我才甲伊的迄个电话甲 email 互你安尼。有啦，我有写批起来问讲要迄模拟考迄啦但是考试的资料我还毋捌来问过，我落尾才再问看卖。即摆伫画面顶抑阁有举手的人有应该是李先生阁 KOK 先生恁是毋是阁有问题想要问咱今仔日讲者？我会较紧请问3位演讲者咱即个外来语安怎处理比如讲日本话Portuguese 咱的萨文有诶变做台湾话即摆佫有新的华语迄个佫较复杂迄条拢无共咱要安怎处理？这我落下，这问题较大了。我想应该是爱对资料下手因为因为即马电脑上
上新的电脑训练这个模型拢是底下追问，就是讲，资料互伊啥，电脑就学啥啊，所以要知影即块代志，嘛是主要有收集到即块外来语啊，还是新的台语讲话的资料。感谢。外来语一般拢是会用罗马字去处理啦，罗马字去表示迄个外来语，但是外来语的语料伫倒位啊？吼，可能爱找一个啦，应该是找有，但是无遐济啦，因为好啦，我安尼直接讲好啊，因为即马吼，咧用是迄个书顶的原则，也是迄个一寡新词的原则啊，吼，拢尽量爱有汉字轻受录，所以若干那罗马字的因较毋轻受录啦，所以即个部分是较麻烦的所在，因为争取无效安尼，系啊，所以外来语的部分语料可能会较少。因为咱譬如讲即个日语因有即个 RA 即个 ra 即字咱台语无，所以咱拢共变做拉去，所以足侪问题真歹处理。就讲日本人咧讲英语嘛，甲变做日本话英语安尼所以咱国较复杂咱有大字有 Portuguese 日本话即马即华语搁较大诶问题，真歹处理。即嘛是等去讲拄则迄个问题，讲为虾米咱要家己模型？因为即款问题，比如讲 OpenAI 这个公司，无可能落去看入去看讲伊个模型有即款问题啊，应该这就需要，比如讲咱台湾人家己有家己个模型，家己知影虾米款的模型，虾米款的问题对咱来讲是重要的，所以嘛是讲为另外一个原因，为虾米咱会家己做家己个模型安尼。我看到迄个李先生佮有举手要问问题。即个外来语我感觉外来语接受入来台语以后，伊的发音拢完全台音化，这点毋知有帮忙无？第二就是讲，咱即马讲台语上严重的，就是讲老爸老母拢无时间通参囡仔讲话，敢有迄个电脑老师会当来参囡仔讲话？这就希望有法度安尼慢慢做安尼啦，就是想讲人无教老师无教，看有法度用电脑去教无安尼啦。所以你可能做一个像做教英语的迄款的电脑的软体互囡仔等于家己学安尼。嘛会使参囡仔讲囡仔古啊。对就是像安尼咩，就是做煞可能囡仔较有趣味的，迄点仔会使耍的物件安尼啦。过来我看到李赞成老师嘛有举手，老师请讲。你好，点你拄仔有咧讲咱迄个车子，甲咱建议讲，咱若要讲台语嘛是爱对文化顶头着手啦我顶回去迄个选择我有摕30底，我录个我迄个台湾俗语的阮迄个要互你语音库做参考的遐较有效的，即摆有伫进行啊无？有啦，阮直接转做电子的，阮直接转出来，还未完全转好啦。若转好，转好了，阮可能就是爱拜托你签一个授权好遐。我真愿意讲提供咱嘛希望讲大家拢有法度提供咱家己所知的物件互资料库通好用安尼咱才有法度提升台语的进展多谢。
你迄阮若转好吼，阮会放伫网络面顶吼，你会使甲掠倒转去。哦，多谢。你就使来掠倒转啊，就免再用迄录音带安尼啦。录音带，我迄个录音带，迄是迄几年前，迄20-30年前的代志。啊，廖教授，我特别讲去买一个古早的录音机来听。无啦，阮是去买一个录音机吼，会插电脑，一条插入去电脑内底啦。所以伊当就会使变放入网络面顶吼。我放网录音碟啦。弄好了，我再甲迄网录音碟的网址互你吼，你就使全部掠倒转去安尼啦。多谢。无啦，迄是拄好有找到机器啦。拄好有迄款会使插电脑的迄款的吼，会使做读迄录音带的。所以阮就去买迄弄来转出来呢。多谢去新店，互你招待，甲因两个助理开讲真欢喜。我拢是爱靠迄两个助理啦。再来请咱蔡安丽博士你请讲。拄则即个廖教授讲，恁其实需要足侪，就是即款句甲句之间的对应嘛吼。毋过我其实毋知影我的物件，我着甲你斗相共，因为我毋是做华语甲台语之间的翻译，我是做英语甲台语的翻译。因为我这好啊。因为我有一个网站啦，就是我网站内底我是甲台语的汉录。白话字甲教育部拼音，佮英语的原文我拢囥做伙，所以若是讲恁感觉讲这对恁有帮助，嘛会使摕去试看卖安尼。有啦，这一定有啦。因为其实像Meta因正经伫做台语甲英语迄吼，因着找遮侪人来做翻译啦。所以这段资料真需要。安尼我应该爱安怎提供互恁？安尼吼，我看卖，我到时再留一个 email 互恁安尼吼，还是我头前拄仔投影片头前还有一个 email。好，无我再写 email 互你。好。头前才有一个 email 啦。才有一个 email， 会使用这个联络安尼。好，多谢。好，多谢。毋知抑佫有人有想要问问题，还是拄则有倒位有问题，我若无注意到的，麻烦恁会当即摆会当提出，咱会当请讲者来回答问题。若无的话，咱今仔日论坛录影就先到遮，真感谢今仔日会当邀请到。我讲安尼吼，敢会当继续进前吼，若无人要佮讲，我讲一个我的感想啦吼。感谢这含今仔日咱即个咧，即讲即个 OpenAI 训练吼，其实有关系啦吼。我即摆是人来伫即个北美迄个妇女会哈的开会，所以我即摆是伫女社吼。昨我感觉讲，迄起码是足瘦的，迄老的少年拢讲台语吼。迄个 Janet 有无？伫台湾讲一个做迄个影片咧，小台湾迄个吼，伊来用迄个台语讲 talk show 吼，讲啊足好，足趣味安尼就对啦吼。而遮吼，我拄着介绍咱有10外位吼，10外位咱伫论坛有咧参加的人吼，来伫即个营队啦吼。因拢来，因为我看因的面吼，拢理袂着，所以拢毋捌因的面真歹势。因拢来，因其中几个讲，因真 surprise，
伊讲伊真着惊讲是安怎较会，咱即个论坛吼，遮个资料较会遮尔遮尔济啊，节目遮尔多元化啦吼。啊，所以我一直就是咧想讲吼，这其实是即个咱即个资料吼，也是讲咱的即个 platform 啦，愈开阔吼，会当愈开放吼。啊，你想袂到的遮个可能性吼，拢会一直入来啦。啊，所以今仔日听即几位吼，恁4位遮咧分享吼，佫互我佫较相信讲吼，咱即个较 open 啦吼，即 open AI 吼，我想会互咱真料想袂到的遮个代志吼，会发生啦吼。啊，总是希望讲未来要发生的，毋是歹的，是好的安尼。啊，真感谢咱即几位吼。啊，我想是检测会当个，若讲个过几个月啊吼，我想咧进步足紧啦吼。等个半冬后吼，啊，咱过来讲一遍吼。啊，检测会含今仔日讲的吼，我想会足恁仔无共安尼。吼，啊，拄则我真同意即个嘉义的讲法啦，吼。就是讲你咱即个 platform 吼啦，愈侪人有愈无共款 source 会参与吼，会愈好啦。啊，若照伊安尼讲起来，伊嘛真愿意参与。啊，我相信是像有即种心的人吼，咱应该是有真济啦。我讲啊到遮。好，多谢。啊，迄个张教授吼，迄个阮内涵要后礼拜来讲啊。好。啊，所以若是讲人家有关即个授权啦吼，还是讲即个地位在使权的问题吼，若有趣味的人，你较联络，咱会当做伙来较了解较深入的安尼啦。啊，我是有含迄个信涵教授有讲过，伊提起一寡真好的意见啦吼，所以信涵伊也答应讲伊会当来。啊，即摆你的助理吼，迄个杨子彤吼，杨子彤吼，伊当咧安排啦，好。啊，所以你若时间有拄好，咱嘛拢入来问看，应该是拢无问题啦吼。啊，无较细节的问题，可能去了解较清楚的。你签的时候，较知影讲咧签啥物物件。好。对啦，迄我参加啦。后礼拜要讲什么主题呢？咱后礼拜吼，我个看吼，即摆我记得是文学欣赏会啦，是施炳华教授对吧？敢是？还是迄是后礼拜？后礼拜是5月13，我看下吼。你等一下吼，我来小一下吼，你等一下吼。你等下中吼，即个何教授、何信涵教授，我有想要参你联络，但是拢联络袂通，毋知是安怎呢？迄有互你我的手机啊嘛，对吧？我想讲你会较互我，结果迄个一直无接到你的电话。哎呀，所以我都毋知是安怎，是有卡通啊无接，还是讲连卡通都卡袂通？有影啊袂通，啊我卡2、3遍吼。啊，我送 email 嘛无通呢。email 我有收到 email， 所以我用 email 甲你回我的电话嘛，对吧？吼。系啊，我嘛毋知呢，因为我无接到电话。当然啦，我有当时我若咧上课是袂开、袂接嘛，吼，无法度安尼啊。但是 email 嘿 OK。啊，我 email 嘛。啊是讲我 email 寄一个我的 line 的 ID 互你啦，啊你加我的 line， 咱会当用 line 来联络安好啊。嘿，我仍然较等下才用迄个 line 互你啊，我的 line ID 互你。赞，谢谢。咱后礼拜节目吼，是咧台湾的防卫意识啦，应该是和乌金学院有关的这个题目是讲看安那民间的国防要来组织，要
若是拄好有发生即个重大的灾难还是讲有战争的时阵免啊组织要来讲的人应该是足早期的一个组织者之一啦。嘿。安尼无今仔日敢有讲，搁要讲啥物？还是讲今仔日咱就到遮？感谢嘉泰，你今仔主持甲有够赞的啦！我即摆感觉讲，有够赞的嘿。即摆可能咱就是主要叫较侪这少年的出来讲一寡较深情的题目。英雄出少年呐！英雄出少年对啦，有项有搁甲大家报告一个，就是讲迄个3工前有和信涵老师咧讲因为咱咧办迄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奖的时阵有人提议讲来做一个实体的啦因为咱知影讲咱即个明年的1月有足侪人会转去台湾嘛讲是毋是讲看是毋是怎啊等迄个咱咧颁奖的时阵，2024年咧颁奖的时阵，咱怎啊来等台湾实体来颁啦？所以大家会当来斗想看觅可能就是讲爱找讲看伫台湾有迄个能力通来做即个去借场地啦，还是讲来做来办即个活动的人安尼啦，看有这志愿的无无应该迄阵是安尼，应该是真侪人会转去啦，是要转来投票是要参加即个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颁奖典礼安尼歹势，我是Shani来自达拉斯，我今仔日想我来，我定定拢感觉讲咱有足侪真好的讲座拢无伫咧外口宣传，拢无继续甲伊录影留出来互。真侪人拢无听到的人会当搁较知影，台湾嘛会当甲传落去。我是感觉安尼，咱有足侪真好的讲座，拢讲一摆，就无看到逐位真侪朋友拢毋知影遮尔好的讲座，遮尔好的消息，这是建议。多谢。我讲多谢你的鼓励啦你会当去 YouTube 去 YouTube 你甲拍讲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每一集拢有记录，咱即摆拢无剪接啦我相信是若放剪接嘛，是有一个好处啦。拢规个拢无剪接，就是干一个记录你来家饲订阅所以每一遍差不多像今仔日的节目上班到明仔载就会出来啊。无要紧，若有安尼是上好，因为我拢无看到群组内底有甲遮个好消息拢流传。台湾各地群主拢会当听到这个演讲，安尼真好，多谢恁有留下记录，安尼袂歹，加油，多谢。嘛需要讲大家斗相报啦，因为这种是公开的嘛咱的这个平台是算做讲较少啦毋过我是感觉讲咱这个平台，咱这个论坛内面咱会当做一寡变做讲，其他的遮个咧做论坛或者做即个读册会人，较无法度人做的代志啦。所以若有人咧做，咱就会题目，咱就较放做，咱就做一寡别人较无做的代志。多谢。安尼无是毋是？录影先停起来，然后大家有要开。要录影。我先甲停起来。